哦，208的要准备哈。那我自己在找位置，对，好，OK，好。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她是一位女战神，就是我们全台湾 COVID-19 的第一女战神，对不对？我们欢迎赵主任。谢谢。战神不敢当啊，因为我们目前收治的是全国最多重症病人。对。那但是其实不可能，这个病的重症的治疗不可能一个人就可以造成，所以是我们全部的团队，就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团队，就全部的人，还有现在还有在楼上一大堆人都在努力治疗，所以我是代表他们出来接受大家的质疑呀。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张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台机器它到底为什么是救命神器？就是好像真的很多医院都在呼喊这一台机器。对。因为我们氧气的支持有很多种，那这一种算是目前就是非侵入性的氧气支持应该讲最高阶也是最高流量的。那它因为它是最近应该是最近10年才出来的机器，然后它支持的氧气流量比我们一般的氧气流量会高很多，所以其实对一般接近要呼吸衰竭然后要插管的病人是非常好用。那只是说我们还是有蛮多病人是没有办法呼吸。没问题。紧急吗？紧急吗？紧急，好不急吗？我们一般呼吸衰竭的病人可以先由这个非侵入性的进入到侵入性的。那因为非侵入性还有另外一种，但是它很容易造成飞沫的传染，所以那一种我们现在那一种非侵入性的面罩型我们现在暂时都不用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样的高流量的氧气引管，那它其实戴的也比较舒服，不会说整个照着脸上会非常难过这样。是，所以其实对一般的病人来讲，这是一个比较能够承受的高流量氧气支持。但如果没有办法，最后还是需要插管。那插管对医疗人员来讲是一个，尤其在 COVID-19 其实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处置。是，那所以其实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机器，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福音呐。是，好，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危险性也可以稍稍降低一些这样。对，大概目前是这样。那就是我想真的要跟你们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加油！谢谢，加油，爱你们哦，拼命好，谢谢。好，太好了，这是及时雨，都是。我有公司。没有这种奇怪的流程。因为我就不是你们体系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正规的流程是什么，我就没有按照正规走。不会。好。你要解这个，你要加油，谢谢。谢谢你。今天亲自过来。